thì mấy ngày chụp lung trùng thấy ca yêu chạy yêu chạy xin để bằng mong所以呢個新年2024即係你前進熱天即係得到勝利，但係講即係照上帝嘅福音命令咧行好過勝利，因為呢個簽人書8至10節。anh nhung講到上帝講係啥錫愛，係啦啥愛愛，係啥要用功簽愛，得到愛上帝講，就是個得到上帝熱天上帝獻大是個。通才是前面的路，熱天勝利。因為咩啦？因為咧詩篇記25至14節，上帝樣講到，係咧使要更加親密，要遵從愛上帝唱出嘅應許，上帝隆重好嘅，佢講自家啲，自家5分面嘅佢講自家啲，而人幫行，而人幫人嚟過呢個前途，而人幫人嚟自家嚟行通，佢講自家啲，就上帝嘅通才講自家啲，愛講隆重通時時咪行，自家熱天勝利，2024年熱天勝利，前面熱天勝利，因為要上帝嚟獻大自家過呢個每日嘅日子所以自家唔是講，呢啲新年自家嚟獻給上帝窮下，上帝祝福，阿門。